但是这个方法是讲呢，咱的医疗但是这个医疗现在有讲医疗伊这个医疗吼。
好，当然对这个科学的这个新的，咱慢慢来做清楚，讲你以后面咱看来修，好，这是第一样的做法，但是大家情况做是，第一个大家看的，但是呀，所以咱。